两期长长的铁路，迄无高飞的平行线，奔驰的火车，载电离合一站一站，到期待的目的地。一位台湾铁路局的员工，伊是试火车的驾驶员，每日载电离合安全的到达目的地。不过，伊也用夹个摄像机，摄下台湾火车到铁路的光辉岁月。有改动人好摄像，不论是风景、人物、静物、那个动物，全部都放点细细只个镜头呢，原原本本总是来记录下来。现在有一个客家西人，佢到个铁路局上班，试火车的。因为当好摄像，就因为工作的关系呢，伊一有闲，就你如果看到佢8点架个摄像机，去听电火车、去火车、捉火车，辛苦来留了个火车珍贵的画面来记录下来。几十年下来以后呢？伊可能喺台湾所有保留火车记录很多嘅人，伊记录火车，也下我来记录佢用微。火车上映的地方。对无数嘅铁路迷来讲，让係做讲唔完嘅。唔管係以前嘅老火車，亦係最新嘅自強號，呢一張一張火車嘅相片，對呢條鐵路迷來講，係親有紀念同收藏嘅價值。可能一般人對呢條鐵路迷嘅火車痴迷嘅長途啊。也是腳火車照片全台灣的行為，會感覺到有啲會奇怪，但是係講老了條鐵路迷，想做係最簡單的郵票迷，可能就會對了條腳火車的鐵路迷有下深嘅認識。好，有。阿姨，哦好。来，这样说。果然是冇同样啊！哈，一出来这个卡梅拉就真的嘞，你嘛该也快啊！哦，两位就係腳火車嘅人，用微先生，台下看到嘅相片全部都係佢翕嘅。我都用是清貨用嚟㗎，吼。今日就開始翕火車。翕火車就到鐵路局上班咯，去吼。鐵路局，差不多2-5年嘞。鐵路局上班才開始，因為人哋愛翕相嘛，就看到火車，呢就講有安尼感情，就用感情去翕。哦，迄個唔見比迄個哎呀個教書嗰把啦吼，唔可能會翕學生嘅，有意思啊。你講因為人工作嘅關係嘛，環境嘅關係。哦，按翕就翕，按你上也翕有秘籍哦。有啦，伊都也出名嘅，伊多年吼，安尼。出名。要用人嘅相片去做產品吼，鐵路局做海報啦，時刻表吼，怎麼用有一些儲值卡吼，怎麼用來相片去做安尼，也伊度嘅出版社啦，做咧教材啊吼，拿去迄个出版安尼。
学生的教材。学生的教材。啊，佮除了工作之外呢，翕亲录像啊吼，你种安尼，大家都是新竹站啊，都去表，去公告单个，要有夹个相片哦，吼，亲图啊，翕亲录相片。唔都夹同事啊，可以接触啊，较多 MV 本来你了解讲，伊翕安样的东西，唔是人家咁讲样的。哦，安尼讲啦，本身遐只工人的心思啦，哦，只工人心思。因为啊，工人心思组成后背做出来的翕的相片，各处我做到抢嘢专业的专家样的。所以出来就愈抢较不有乜个发通，员工的康乐发通，也有乜个比赛项目，也有希望出现各站的咱个一种风情方面的时候，体育会遇到杨先生来做呀。翕相的一方面咧尝试，一方面嚟讲先，而家係看到其他作品，各方面嚟講，當然對我嚟講，我係呢邊，我係外行，我唔敢對佢評論。如果係以外行嘅角度嚟講，係咪拍到以後啊？拍到以後，這份你從各方面角度都鮮明啦。而家係講人嘅想法啦。講人嘅想法。一人對佢講翕火柴一方面咧。專業的角度嚟講咧話，他批評一下。佢對火柴非常有研究。火柴有研究。各種形式的火柴佢就茶香啦、專香加茶啲那個各部分佢都有識。不管有甜筒嘅冇甜筒嘅有嘅。即唔講，唔對佢專業部分嘅人唔怕咩？就先講，佢翕得好冇？佢翕得非常之好。非常的好，尤其當氣氛利用啲入夜時，單獨即個蠻大意見，有關火柴方面咧，嗰陣時那有發通，有關火柴方面嘅發通，全部都我多得到。佢一天先冇乜唔會缺少咗。杨永伟有很多火柴的相片，对为13年4点茶的照片台湾各地。现在佢因为做得翕火柴很好的地点，很好的角度。一条地点有的係在山上，有的係在河壩順，有的係在火柴行的橋下，等到很多好的地點，開始等火柴的經過，欠下嘅快門。我想杨永伟一天也係一隻做得享受古土嘅人，因為翕一條火柴，有時真嘅要動有耐心，等幾啊點鐘，係冇辦法，可能翕唔到按到好嘅作品。應該台灣所有嘅站唔都有翕過？有啲聽喎，有啲講冇。有到啊盲翕翕到，有一道站東。台東花蓮嗰邊有。台東花蓮，盲翕。佢要行下花時間咯。有就緊幾嘢可以哦，可以翕。台東花蓮啊，睇下嘢。台東花蓮係。有限，一下春天吼做得翕啦。春天、秋天吼，佢色較正較冇。較青啊，較青。咱小站。小站咧，小站啲唔咩人，即係 Q 嘅咩？Q 嘅啦，重建嘅。重建。講起下哦，捉火柴用嘅經驗。捉火柴就冇乜嘅，一般冇乜了解啊。佢87年啦。87年。CK101吼，咁出來家吼，護士家吼，大家就啲捉火柴。當多年啲啊，當多年啊，用板研究，就甜點的火柴啲啊翕火柴，有的甜點火柴，試茶，有的就炒火柴，有的咧，有就甜點加鮮的試茶，如果公路老火柴邊緣就係你做完你叫嘛，睇規路的翕規路的，反正你看到伊隻專門頭就計叫試，炒過去，有乜個神奇嘅用嘅經驗嚟？有啦，係
伊就花精神落去啦。啊，摆计划啦，计划破查，伊就点刀，哦，然后先去了解，哦，伊就点底下高，然后底下点。安尼。国土如果选好啊，吼。安尼点爱选先安尼，到那一只安尼较强的点安尼，国土较好诶。哦。时间爱选点的，伊就点去刀，哦，爱滴。有那本讲，那种相片唔是都唔清，安样讲，清傻批的相片拿出来，唔是新满意的啦，安样讲啦，有冇？以前就安尼 Q 闪现啦，Q 闪现，风景较强。用拿来泰国人来参考一下，毛毛虫。Q 闪现呢，身形都3米身形呢，一好long的，而家都茶园当过翕下下。茶园对面茶园吼翕下。一种挺有名的。这种翕哪个看得到一种？翕几啊摆张翕到。几啊摆。第一摆翕来喎，又中光吼，又会反光又做唔得，哦，又拄好安尼，光线安尼。因讲成功的男人背后呢，一定会有一个防不得了的悟性。啊，你个识破查个客家西人，当然个背后也有一个防不得了的培养。佢对个欣赏按样老人无相同的兴趣呢，有乜个看法？按样版来支持，来了解一下。音乐按有名了哈。记哦，翕相到，因为行变成讲，其实要老人无穷样，其实复查，唔要讲今年就翕得多，因为行工作系复查，是复查嘛哈，就系安尼演员啦，因为复查是复查，伊兴趣翕相啊，所以讲佢就可以将个复查翕到亲像的记录出来。所以讲，当到以前的个路，一般人翕唔到，佢都翕得到。对，当到无记录到的，像插喺咧录相片、录的个插头啊。你就讲一下吼，我也先生虽然讲识破查吼，因为我有就讲一直按坚持的人哦，对，你要讲记录复查样嘅东西按坚持，但开始可能会冇办法有，样讲私烟啊讲，会有按样嘅事。其实我认为有啲东西，我唔可以讲冇办法实，总可以讲，我认为系兴趣啦。兴趣啊！就像人博人博个安尼冇，有人博人博个冇长度冇办法。冇办法加。啊，佢特别叫咩讲？翕相嘅人咧翕相创颜色样咁样啊。只不过一头一，按人讲一翕落去就冇办法数米啊，就头累累的就紧做紧翕紧有兴趣啊。人生开始我。期待有伊那按天天复查项目，会吗？多少的啦，无讲亲戚，因为佢嘅工作需要，佢下班时间当去翕嘅，啊个，要拖人咩？要拖人啊，冇办法讲，像去家生意，他有一次老人拖人做保姆，因为冇闲，冇乜个了嘅时间，好少系。哦，按样嘅兴趣啊，所以讲好，我罚钱。先罚钱啊，所以讲。我按无生意呢，我们寄花钱，就有3万诶，就可能当缘分吧，就因为讲，咁唔要费事情就本佢翕，我就会劝佢讲，注重品质啦，重质莫重量啦。冇看到物解就翕诶。对，佢有迄个习惯变得当爱翕快门，嘿，一时特别一时咯，几啊本诶，一时拢几啊件赚落诶。结果赚来做咩啊？嘿，所以讲对当几个冇用到的东西，我也不，我们唔可以来整理。对按样嘅人吼，是当然啦，有人讲的，唔过我重质不重量，佢输到得就当重要啊。佢做咩讲？一下冇翕到就冇，系啊，亦都上嗰度翕就冇翕到嘅，系啊。所以讲就个习惯嘅。去乜嘢咯？拿器材。其实
青岛对翕相入迷的人就会按样，就会当相个老样的细细只个从个看到嘅东西翕下来，就惊怕会撩到乜个东西翕唔到嘅。但是我相信，佢单枪係翕相嘅一隻高長天天，喺出家對翕相嘅人是有想法嘅時候呢，一種隨意傾快門嘅習慣，就會慢慢地改變嘅。亞生也有相啊，有學過嘛翕相啊？有。我係冇險知，冇險知嗬。冇險知，因為我從頭尾嚟講，我小佢講，不可能一撒電嗬，唔會俾家人電叫我落去嗬，個發揮狀態。不止發揮，太個變電咧。生嘢有冇聽到？冇學過。冇學到有。叫我教，叫我上去教。冇。就像誒你誒做音樂。上去教生嘢冇險知啊。哦。唔係房間空調。楊耀威除了愛翕火柴之外呢？其實，佢喺講閒餘時間，佢也會去翕風景、鄉土人文，也係民俗嘅描繪啊。翕人，佢也真喜歡。可以講，任何嘅題材，佢都有興趣。基本佢都帶引來新作嘅新埔移民廟嘅翕相。跳橋喺依呢，嗰隻角度，寫角度去較好看。哦，按恰翕片，啊無就愛做重點啊，重點打出嚟。你除咗翕火柴之外咧，啊翕下樣嘅風景啊，吼，多冇？有啊，擺出去就翕。出去樣嘅，樣嘅協會會翕啊，也係樣攝影活動。啊擺自家翕自家嘅風景。哦，這樣就要打出嚟翕。省水節約能源的。哦。呀，通發劑。一做下全部都用先生去翕啊！哎。有按樣嘅，我翕相嘅連衫樣嘅咯，幾好啊！好。潘發通佢當係留記錄啊。你劉先生，你係做乜嘅職業嘅？我做推表。推表？做新做？波山咧。波山。哦，哦呀。哦，嗰隻國土安尼有啊。當國有樹誒。當國有樹誒。有背景啊。天空吼又不會太單調。哦。做前景啦。我剛才有了解咩？如果楊先生啲客家西郎，而咩客家嘢嚟咯？唔過人看又要對，啲客家文化一有嗬，有禪樣嘅嗬。有禪哦。你對呢成有咩看法？我就唔係客家人對客家文化啊，係有先去做啊。而家本身客家人啊，係努力了，更加深入去了解係。就是講比大部分客家人行到了解啲客家文化。所以係新人唔係講客家話哦，唔係講就係。哎呀，哦。心情放輕鬆，保持笑容。樹啊，插，安尼，插電安尼，嘿，較過來先咧。哦，咱唔好總。請古板嘛。啊，樹嗰邊，安尼這一個造型啊，比較活潑俏麗安尼啦。台灣有個暗湧是吧？唔用安尼閃光燈。比較復古。曝光。曝光。翕吼愛曝光，咱免咱唔會有。翕會較光嘅。那模特有獎嗎？有啊，先獎。最佳模特。你佢下班時間有限，佢唔是講閒不下了，但係當時總係有聽到講，那邊有發通，佢就當時通會去，下班有人會喊佢，冇會發佢咩會自家會去。哦。佢就翕到就自家不用等資源啲嘅，有時要用到嘅下，以前就有將來叫你提同加共用安尼狀況。就去全部記錄起來。我專業有限，每家每個嘅通知通咧點。同店全部就有一翕，就會看轉來，禮拜轉來翕到誒，禮拜轉來冇聽朝早晨，冇聽朝暗晡冇時間上，佢只要有限，
老年太细子穷样啦，其实我一翕。哦。所以我妈妈同我婆婆咪讲，哦你哦，翕都按到点的哦，你啷讲你点的，总翕就按到做嘛个，因为要念老人家要念，因为也拢爱发快手嘛。啊，唔是讲佢下叫你一天同落去吼，哦，他家当第个。啊，英语足够的了，拢你是宝贝了，阮两只敢若找你才有呢，安尼啊。所以我相片两个是前期啊。就前期，嘿嘿。多多少少养的是前面多，你上爱养的相片是前面多。翕相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就会为历史做一个记录，然后保存。就因为有像杨永伟安样的人，佢很花费心力、时间、金钱，也翕了到一般人认为最平常的相片。故说杨永伟佢南投老家的居民，真可以在921铁通之後，很早就看到铁通之前家鄉的面貌，再重新面對佢哋印象中的老福。都南投那边。哦，nhà故鄉。你嘅潭那边，专门翕到的。故乡的沙旗啦，就忙铁通吼就翕，铁通要翕，也重建完成要再个翕。你这个都。做一只记录啦。哦。家嗰度个文具亲奖哦。系哦，系嘛，政府有补助啊，吼，有嘛？补助是模糊跟你啦，规划的啦，规划嘛，有规划啦，沙旗啊，规划规划个沙旗。估计重建就是讲一多年，5万一多年毛利息啦，就根据加毛利息。各位朋友，我等下去到台北茶站，准备要来上火茶、炒火茶吼。火茶呢，你啊，我想大部分的人都炒过的，哦，你也唔是讲的。啊，不过试火茶的情形呢，可能冇遇到3地。韩国呢，每个人都叫火茶，火茶一样版型叫。我想，我先上火茶，英文叫做试火茶的。哦，真正嘅乜個人都腳火茶，錯嘛？係上火茶嚟，喲，火茶行好嚟。楊大哥。那個，做得炒厲害冇？啊唔怕，啊唔怕哦，那就冇關係啦。可能到個食材按轉型來將它炒凍啊。而家你喺乜個？加天門。天門。加時速度。哦。速度控制唔變吼。50，佢就照50。佢就50。佢變70，佢就照70。咁按用時間，一天落去，時間全部算好好嘅。算好好嘅。一多分鐘，哦，一針一多分鐘全部算好嘅。而家時間到哪看呢？加啦個時間咯。唔係，你這個時鐘到哪？時時鐘。
哦哦，叫它前进。要前进就 F 后退，零就中立位。哦，叫它出去就限速65，限速65，就不用65，你就只有65。按标准的技术唔会停拖，唔会停拖系啊。速度系要65。哦，你就照夹紧嘅嘅标示路线的时间来做。哦。我有人当然会上个入来看视察嘛，有啦，有嘛，做唔得入来，做唔得入来，哦，你贴片犹太啊，犹太嘛吼，也经过吼，也不用60呗，哦，经过吼，也面前的60嘞啊，注意吼，落去就也不用60呗。唔过你还速度的90号机，就自动降降下来，你下到那边，你到那不用扣。我停了。呀，金山风电吼就要停茶。停茶。一般金山多时间？多分钟？停站啊？停站差1分钟的。1分钟的呢？要有太站、西站分的吼。有加时间，有差不多有半分的呢。有半分的呢咯。唐太公，你喺度做乜嘅？安尼就。佢嘅愛扛開，有做得嘞，有死嘞！哦，我看8位啊。我講險我緊張冇？我有，我影響到。唔會吼。哦，哎用嘅古天嘅行嘅吼唔會。哦好。用為專心試點課茶，一時咧都唔敢表送家嘅心情。我想你做伙家嘅浸忍心，因為一瓶8節茶上嘅天然茶，既也保障人嘅安全，全部在用味嘅數項。當然，一種專注用心，用味要用到喺翕相上面。翕喝茶咩要用心去翕，用心境吼去翕。用乜嘢講？有啲人吼，你心情唔好吼，唔愛翕喝茶翕相片就翕唔下去，唔愛保持安尼快樂嘅心情吼去翕。你翕起來吼，心情快樂，翕起來相片就正就好看。第一擺在喝茶嘅駕駛室看出去，兩種感覺，真勁，當奇怪。面前8個茶都冇，就單槍看到鐵路向前延伸嘅感覺，就像全世界就存唔出個一山嘅，一山享受嗰種速度嘅快感，當然也享受咗一山人嘅孤獨。我想呢種感覺。應該係對在啲細細件嘅駕駛室嘅駕駛員一種心靈嘅補償吧。是啥嘅吼？還是講啊，萬一係講都冇所樣樣嘅。也有係。有乜嘅？控制安尼。控制係啊。樣嘅。腳踏嘅。腳踏嘅啊。踏墊嘅。哦，萬一係都冇所謂法，你腳是會踏下伊啊，係啊。因為一下吼踏墊嘅冇。其時間都從1分鐘。1分鐘，佢做緊經過嘅。哦。我有90秒。90秒啊？90秒就叫佢經過，我不用提，這個踏落去。哦。我不用提吼，這個踏落去吼，就會自動剎車。哦。不用一下。不用一下佢。這個踏落去啊。我有錯嘅講。叫佢經過。叫冇踏到。咩？伊時間到吼，就愛標吼，這個塔。我標啊。冇標吼，佢就經過就自動剎車。哦，自動剎車。安尼就唔會倒冇水。哦。你啊天然茶你啊坐嘅人多冇？也坐當多人。當多？都台北都中立吼。得分都年嘅。係喎。用嚟講到。對於上下班吼，睇下通勤嚟個夾。哦，係夾嘅啊。你講嘅加鐵路路講啊，水務班嘅面床啊，
恐吓水无扮演啊。可以。一般人正常压就恐同床嘛。俺也得，俺得铁路高铁路路工，因为时间上下班啊，风雨啊，你像是否差？你按不得很多外地嘛，很多外地，所以讲俺得恐吓时间的东西嘛。应该当珍惜咯，吼。会啊。哦，较唔会严格啦。他哋扮演压工厂啊，压草。其就讲系啊，安尼感情较好啊。感情较好啊，真嘅。对一般的家庭来讲，可能只能想象，我家人三不五时看唔到老公也系阿爸，放假时间无固定，年初30过年。冇一定做得恐吓团圆，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客家肢体同样有一种感觉，因为在铁路局做事嘅员工，客家人最少占有80%。用那个抢高也好，做乜嘅？鐵路局上班嘅人，客家人。因为客家人可能较辛苦啊嘛，较困苦啊，所以以前，但是我前安尼公家单位来做啦。哦。以前试货茶是动辛苦啊。哎呦。动辛苦的时啊，爱小货摊啦，开货摊啦。哦。所以较无人爱做的啦。哦，就是客家人来做啊。啊，佢唔係客家人，為什麼要試過茶？還是變成唔係市區的吼，變到中央試貨茶啦。哦，也市區咩試貨茶？那鄉下來靠鐵路的安尼吼。你試貨茶甲我翕相無？我捌利用時間啦。時間甲我就會翕。了的時間啦。哦。試貨茶吼，安尼用了的時間再去翕。就用了的時間去翕。工作下咧，工作愛轉型，係啊。翕貨茶，要在貨茶翕過嘛？有啊，要翕當多誒。要翕嘛？怎麼大擺都要翕咩啊？有時間你做翕？大擺要翕站迄落啦。哦，就先做下來翕下翕3站呢？下去哦。大家做貨茶嘅時候啊。一定會有度到那種熱茶交費嘅時間啊！有嘅時候我等幾分鐘，有時呢我等10幾分鐘，呢個時間就會駕駛休息嘅時間。不過用位就會利用那種等待嘅時間，拿出相機，再就翕幾張嘅相片。真嘅唔是度過像佢按好翕相嘅人。迄多時間嚟去？要等茶過，等個茶，等快茶，等快茶過去。等快茶。下雨啊！等茶過嚟吼，爭做嚟行，所以咧等幾點嚟喎？紅燈，而家紅燈跟綠燈吼，壓未啊？快茶過嚟吼啊！哦，爭做嚟行啦，所以大家就利用安尼等茶嘅時間嚟冇，跑來翕相安尼。要角度以後啊，要角度還有鐵路，還有個天線有貨茶，要角度以後。全部安尼列做嘅先。哦，唔聽我講有八隻茶香咧。八隻茶香。做兩組。後天來翕吼，客家食。客家啊。有安尼藍天白雲，翕起來就較食。我按用個天翕落咩有感覺啊？天時蒙哦，翕起來唔安食。哦。放手。講到啲啊，係你愛點人一條愛翕貨茶嘅朋友，在翕貨茶嘅時候，一定要注意自家嘅安全，尤其係在鐵路翕貨茶嘅時候，因為你唔知貨茶會在那隻鐵路行過，千萬唔好為到愛切到好嘅角度，翕到好嘅作品，
啊，就会组成这个生命的顺色。你嘛讲很多堆火茶，叫火茶。叫火茶迄时都喺了的时间吼，去翕相，翕相，翕火茶，哦，才会去叫火茶。你一定要抽火茶没？双队抽火茶没有？就一般来讲，迄面一定要先双火茶。底下摆都搭山都茶，做火茶叫火茶，有的就有就试茶的叫火茶。哦，有人去试茶的，试茶去叫。伊只有这。收到，谢谢。一站一站爱联络。一站一站哦，要联络。安尼就风势吼，安尼都会无停。甲咱就疏通播引。质量好诶。质量好诶。是这样。我按看伊酱吼。系啊，黄酱。弯安尼。弯啊。规瓶茶全部都看得到，大家都看得到。有一摆翕到青虫的火茶。青虫。用一多只。米只。一般的火茶10只嘛。其他条就加一只就11只嘛。11只啊。加转茶都是20只。你这边量上接中啊，高飞啊，多多高就安尼，按这来接多安尼。有翕到嘛？有啊。一般来讲，焗火茶唔讲有试茶嘅焗，还有抽电火茶嘅焗，係嘛？大部分人係哪種啊度？較熱吼，就抽火茶去焗。抽火茶焗。較群的吼，人哋做試茶1點。低價時間1度點會落來吼，安尼，1度點愛快安尼去焗。你團路來講，算熱也算群。幾量多先做？結團是本縣的，但是抽火茶較多啦。抽火茶較多啦。安尼，那甲咱山家吼，山家站啊，甲咱有彎道吼。有彎道啊，可能叫唔到。甲咱凊醬，有彎道的吼，來翕火茶凊醬。尾抽倒下來吼，來翕。當然，楊永偉一天地。台灣呢個地點翕火茶最強，因為佢照片全台灣，翕下很多好看的相片。雖然你也當成係工人的興趣啦，但是因為佢真正係用心去翕呢條火茶，故所將會受到很多人的肯定來讚賞。放心去去啊，吼，伊啊用焗火茶啊，吼。主要迄焗的有經驗，俺係將86、7年佢就開始就有回收的，係當到嗰呢印，就個收藏的相片呢，你當愛火茶個條印吼，就要簽你愛影相片，俺係佢就開始，佢行個蒸汽火車，因為要停駛的啊，俺就開始有金錢上的搞翻就超過有賣有賺賣。總可以有像楊先生愛用嘅人來做嗰樣事情，哦，錯冇？你冇賣來做咯？對啊。係啊。一係其他同嘅同事啊，就一度同行啊，就是翕相嘅同行就因為停單嚟翕，因為有穿到嘅，因為有大廣度啊。可能各位觀眾一下數項有楊永偉嘅作品，像天花卡、郵票、明信片、出車卡、撲克牌，有很多就係楊永偉翕嘅火茶作品。翕火茶翕按多年了，10多年了，你還講過沒有？還翕唔跳咧，翕唔跳啊！還講多翕。你意思講更翕都更有意思哦。
因为呀，北埔县、南埔县，就花莲台东那边吼，花莲台东，因为在东岛县，所以铁路吼，佢唔會跳啦。唔會跳。哦，因為唔會難要人係人安尼做事，各行各業嘅啦吼，茶條嘅啦，油嘅啦，司機啦，公務嘅啦吼，做事啦吼，修理貨，帳貨茶啦，公務嘅啦吼，所以東島相關的東西先多，做得起嘅。人的部分同人文的部分没同到，硬体设备就讲安尼茶条的啦，破茶站啦，没有翕啦。破茶站，破茶各种形式的破茶，没有翕。所以破茶翕唔就破茶有翕嘛。有还有橋，安尼橋梁龍的。山洞高洞高洞要高橋嘅，台灣東島嘅，所以東島去啦。8年後請停車。那四破茶4安多年，有乜嘅神奇嘅事情？就看到人追人下安尼上班啦、轉醫啦，安尼就動快咯。係嘛？哎呀，你還是一種服務呀！人哋寫自己做好啦，哎呀，冇慢份，本身的事情，冇衝動安尼。就像講嘅翕相，唔免拿攝像機翕相點點吼，同佢用心嚟翕，用啦，做好茶咩叫佢用心去試，翕相咩用心去翕。哎呀。那種事就專心就會出題。可能有很多寶貴嘅時間，在佢等待中失去的；可能有很多嘅錢，在佢快門上中發槍槍的；可能有無數嘅獎品對佢來講，也單像係一種錦上添花，但是用勇為證明一件事情，用心上忙就做得出頭天，用勇為真嘅做到嘅。翕破茶有乜個本感動嘅地方？他內心對啊。本身可能有安尼感情，翕破茶嘅感情試破茶，所以有安尼對破茶。茶條，想要記錄起來，記錄起來。有啲茶條記落落去就會推貼的。推貼的。推貼的。記錄起來就下擺有咁太貼的歷史記錄嘅歷史。嗰度還有沒有有心啊？係啦，你要付出一種。付出咯。家庭呢？哎呀，下來唔對人先生，一種興趣啊，除咗佢工作試破茶之外，翕相嘅興趣啊，有乜嘅感想冇？對佢應該有乜嘅話講啊？佢講除咗重質不重量有乜嘅話想啊？當然係嘛，希望佢講嘅呢，多播出啲嘅時間，多關心字母家人啊，對家人嘅關心嗬。各種嘅關懷，唔係講用嘴講出來，用行通，用行通做啦。行通實際嘅行通下勝過於金錢。生意嚟我希望我希望當然佢咪希望講爸爸當年人家爸爸當年咧全部下，但按部就爸爸批定咧，伊個過程啊，按來都是動手啊。動手啊。下擺禮拜幾冇到拜哦。家庭咧，要較無時間去吼。愛兼顧啦，你卡咩先顧好啦吼，等有時間去都陪佢。唔喺你卡冇顧好吼，都會做冇，安尼心情就做唔到。就冇，應該唔會有後顧之憂啦。
会烧木卡咧，嘿啦嘿。木卡又会烧呢。嘿啦，所以爱用那边顾好了，加钱来顾好了。其他时间当去火茶，做唔得讲，你都按照比火茶哦，专都卡咩做唔得。各位旅客，本列车的终点新竹站快到了，请准备下车。田田列车慢慢的驶入新竹站，也是2只车次的终点站。杨永伟根本也驾驶火车的经验，也在列车多站后做一个结束的。当然，记录的是脚火车的人，也天天爱结束的。也是看到很多有关火车的照片，也介绍做一位铁路局驾驶员的辛苦。最重要的是，在杨永伟身上，我了解到，继续相信自家的梦，能够善忘、用心、安逸做，总有一日，那个梦会在你用心付出之后，悄悄的实现的。